比对手是年轻了6岁了，对手31岁了，身高是1.82米。他是新疆的哈萨克族人，他在2013年的新疆拳击赛当中拿到了冠军。这是个伊朗裁判法桑。我们看看今天那个戴着红色拳套的努尔拉在场的表现了。他的对手是俄罗斯的亚历山大。他的最辉煌的是胜了这个俄罗斯的穆斯里姆。那场比赛我认为就是双方，因为我虽然没有看那场比赛，但是他是在大连比赛的那场比赛，我估计就是穆斯里姆有点大意了，大意失荆州了。他认为你努尔拉就没有听说过你，小家伙，小朋友，对，结果没想到，竟然被对手 KO 了。努尔拉一个杀手锏就是转身的边拳，但我们看他今天在什么时间要运用啊？你练拳击的运动员很少利用转身边拳，因为他现在练自由搏击呢。我要拳打不开的情况下，对方就是风度很好，没给我这种机会，我要中远之后我转一个边拳弄的，那是他的杀手锏。我们看到俄罗斯的亚历山大，你看这个拳也很好啊，这个身高要比努尔拉高。双方就拼拳了，这种低扫都是一种试探性的，不是真正的一种杀手武器。你看就拼拳。努尔拉在今年比赛状态，我总觉得不如去年的，就是缺少一种那种锐气。转这个边前看着亚历山大刚才，现在这个努尔拉也回敬他一个。他那种缺少一种锐气，就是我们说那种锐气，就是一种上场那种气势。对了，就是一种必胜的信念，那种气质，愿意打。我们觉得他去年在赛场的这种状态像一种藏獒，见谁就想咬谁。那么今年就不是了。也可能是每个运动员有一个竞技状态有个回升期的一个问题啊。就今年呢，总觉得有点绵啊。你看，这就是他杀手武器，看到没有？转身个边前动作，这是他杀手锏。你看又准备来了，只要顶不住，我就要转身。对手好像也意识到了。你有突然贴近你不给你距离，你就打不着我。我不给你距离，你打不着我。又来了，看又了一个，在这第一回合当中他已经用了3次了。只要他在场面上，那肯定应该是蓝方获胜了。对，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回合。至少从目前来看呢，是俄罗斯选手控制局面。好，第二回合上来，双方都凶猛了一些。努尔拉一个转身边拳，还有他有个后手直拳，他的后手直拳也 KO 过其他的选手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亚历山大的正面的防守特别好，我不给你直线能进攻打进来，那这样的迫使你们努尔拉一个转身边拳，一个靠摆拳或者你击斧动作，因为对方身材高嘛，他腹部是给你有一定的空间，但是他没有做采取这个战术，而对方还有，是吧？你头护住之后，你腹部是空当啊，击斧。所以有时候看是这个自由搏击的战术打法挺简单，但是进攻线路是非常丰富的，这是考验你一个运动员的技术全面性上。你看现在努尔拉只有后退的防御，他不能够主动的进攻，就是你打反击也行，就是你先防，我突然一个冷拳就打反击也可以。如果对方压制非常凶的情况下，这是一种战术，那没办法。因为努尔拉是练拳击，他没有腿法的进攻。你看打到现在看是不是？他那种低扫都是迫于无奈，那对方逼得太紧，没办法。今天两个就是拳对抗。现在啊，努尔拉要选择一种变化，前手拳顶不住，就打这一拳之后打到了就好了。对，打空了。
哦，一个前直拳，又一个前摆，哦，这2拳打得准，这都属于有效打击。刚才那2拳属于有效打击。像这都打空了。后勾，哎呦，你像这种是点住了，它不是做一种评判的标准，因为你必须在重击我之后让我身体有晃动，那么这样的话才算是有些。现在还是俄罗斯的亚历山大占优，对，控制着比赛的场面和节奏。现在诺尔拉想破坏，但是又很难。后侧移动，这顶不住了，现在顶不住了，被对方追着打。哎呦，哇！一转身面前看，漂亮，这个挺漂亮，这确实打了这一拳。你看这嘴里应该是流血了，好像。这强毒，这一强毒，诺尔拉又被扣2分。时间挽救了诺尔拉，那个转身的边拳，一个距离感好，另外一个他有一定的运气成分。双双的第3回合，这是诺尔拉同亚历山大。那么在前2回合里头，这个不允许啊，这个不允许，转身的肘击是不允许的，但是这个萨桑没有看到，可能是，没有，这是不允许的。那么在第2回合是亚历山大的一个转身边拳把诺尔拉重击倒地被强毒，在场面上现在诺尔拉应该是20-17落后，现在场，除非第3回合红方上诺尔拉 KO 对手，你看翻盘，不然就输了，哎呦，又是一记反身边锤。亚历山大对他这个他有这种预感，就知道你肯定要用这个动作，你在你转身一瞬间我突然往前靠，没距离感。这好看的。如果有的观众朋友刚刚打开电视看这个湖南都市频道，以为这是一场拳击比赛，对啊，不再出拳就拳法进攻。终于看到诺尔拉对边，这来一个，又打空了，这说明这个对手已经对他这个杀手锏非常厉害，现在还反其道而用之啊。还有1分30秒，诺尔拉能不能翻盘？但是我觉得很困难，很难。因为你只有 KO 亚历山大才能翻盘，你要不 KO 他，你肯定翻不了。因为现在这场上比分你大比分落后，没有这种可能。第1回合你输了吧，那就是10-9，你输掉1分。第2回合你被强夺，又输2分。现在场上比分应该是20-17，你这输了3分，你这回合想赢，对不起，你只有 KO 我，你不 KO 就按这样的保持下去，蓝方胜。诺尔拉还在顽强的反击，还有45秒，翻盘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，没有了，没有机会，没有了，没机会，可能性也应该是没有。哎呦，又差一点，又准备一个转身边旋哥一看距离没有，算了，我不打了。从防守来看，这个亚历山大也有他的一个优势，所以诺尔拉直拳打不进去。这场比赛中国选手确实感受到了这个亚历山大呀。这是第6场比赛，比赛结束了。Two-corner fighter, ranking 5th in the world， 这是现役世界排名第5的选手。好，截至目前中国功夫军团2-4落后世界功夫联队。